下來，遲遲現在嘅長菜細腸切好，我來學第一次狂啃料理了。好，等下做的開始了烹煮了。对，民族要水要一等給滾，然後加啲料，菜比較會綠，比較綠，然後先放豆子。體會剛剛菇手顯標，對不對？對。接下來是菇類，菇類。好的。哦呀，懂營養誒，但像看到按東西就提供它是五行蔬菜嘛，哈。對，我們人體的營養上來講，它均衡，比較均勻，而且配合這個季節的時令，可以加一些菇類。像番茄的話是這個季節也是時令的蔬果。那我們這個季節很熱，又濕又熱，那很適合這個時候要吃一點酸酸甜甜的，尤其是番茄，有茄紅素。那你做嘛有打玻璃菜落去呀？狗理菜啊，现在是在台湾来讲是大宗，但是它其实本身顾胃肠，它对像胃溃疡的患者，很适合吃高丽菜。为什么喜欢吃高丽菜？因为其实它有一些甜分，菜类的甜分，那它可以也是味素的来源。但是实际上你吃的是天然的甜分，而不是加人工的添加料。茄子半熟之后再下彩椒，这样颜色会比较漂亮。你看底度啊，嘛该色都有色香味，但像个色的部分就当上瘾呢。用玻璃菜嘅甜做料理基礎來推理味素，祖宗提出食材本身嘅風味。美容姐講，這份堅持係啲做手工豆腐嘅窯而來嘅。此時可能見到對食材嘅要求，希望咪做得堅持這份對師傅嘅尊敬。啲天然嘅料理做下肚，還做得變成乜嘅冇共用嘅明星呢？好，接下來就美容姐嘅欣賞了，講愛做料理，你要講愛做乜菜？蛋包飯啊！亂包飯哦！梗係亂包飯。亂包飯係講嗎？酸條果喱菜，你啊看難熟嘅一成下。你講喺客家飯有冇有一個腔啊？我講用電嘅啦。永定腔。係啊。永定腔要已經是稀有動物咧。當上面講。你總係都係講係自己嘅永定腔喎。係啊，要落油。落油加蛋包飯呢？嘴巴在發抖。蛋包飯。要外來語啊，外來語。外來語啊。你的蛋要怎麼說？亂包盤。亂包盤啊你。盤。誒。人亂包盤。睇下啦，用做咧。將條豬油炒啊，煨熟嘅時間加到水落去。比油條切。你需要盤了嗎？你要用小飯哦。我用小飯啊，係啊。為什麼？我用小飯炒嘅時間，夾個梅頭有冇留盤向下落去啊？哎呀，我較好食啊！因為一般嘅亂包盤嘅話係用冷飯，咁樣炒到一點嘅安尼。一條條食硬難食啦，佢皺皺啊！你要盤下去嘅時間，攞嚟炒開咯。你娘啱會煮菜？嗰些時間啦，最太啊，媽媽就喺埋煮嘛，喺埋去買菜啊。環境訓練唔出來就錯。係，唔得到非洲，唔會煮非洲菜咯。哦，係啦，得到要煮食，係咩會煮菜？冇啊，拉特色，冇啊，係咪拉痛？唔少嘅，嗌咗夠唔做。哎呦，呢邊嗌件特別撞到晒。唔大啲衝到晒，梗用格散。哎呦，梗落頭要抽開來，吹差唔多熟嘅全部嚟拿起來。好，大家先裝起來，等下最重要嘅亂包飯就是那個泡豆漿自 Q 用嘅亂皮，對不對？有乜嘅結構你要講嚟哦。你啊油我差唔多熱，嚇火冇太大，嚇。我個差唔多小嘅時間，油我嚟仲平均啦，嚇亂打好嘅時間，我下雨嘅時間要啊，就要用撒下去，跟住嚟轉一下，比中間圓圈啊，而且有做唔到痛太啲，那邊完全密合，冇東西會爛脫咯，差唔多嘅時間要啊，前隻面哎呀要啊，嚟翻開來。翻過嚟，翻過嚟，哎呀，打後邊燒一下就好咧，你哎呀差唔多就好乾淨。我中意條用誒。炒炒嘅卵包，包定雜布嘅長菜炒飯，澎湃嘅用誒，本人上去夾夾睇後食落去。